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題目係最敢愛敢恨星座 Top 3。第一名天蠍座，第二名白羊座，第三名獅子座。第一名天蠍座，敢愛敢恨指數95分。天蠍座嘅愛從來都唔膚淺，佢哋深情而極端，一旦愛上對方就會全心全意咁付出。但如果被背叛，佢哋嘅恨亦有如利刃。愛嘅時候，佢哋可以燃燒盡一切；恨嘅時候，佢哋個心就好似冰封咗一樣，從來唔會糾纏，亦都絕對唔會原諒。第二名白羊座，敢愛敢恨指數91分。白羊座愛得坦率直接，唔會耍手段，亦都唔會掩藏情緒，只要中意就會講出口，行動迅速，仲會真誠投入。不過若果佢哋感覺到開始失望，就會乾脆咁抽身離開，態度決絕，從來唔會拖泥帶水。第三名獅子座，敢愛敢恨指數89分。獅子座重情重義，但更加重視自己嘅尊嚴。佢哋願意為咗愛去付出佢哋嘅光同埋熱，只要你令到佢覺得值得。但如果令到佢哋受傷，甚至乎被背叛，佢哋絕對唔會低聲下氣咁去挽留，反而會以驕傲嘅姿態，瀟灑咁轉身離場。唔知你係咪都咁敢愛敢恨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